我叫做陳家威，其實我係一碌木。喺呢一片寧靜嘅環境，坐喺鮮嫩嘅青草地上面，睇住樹上零零碎碎嘅陽光，特別讓人有一種舒服嘅感覺。喺呢個時候，我會選擇安靜地聆聽住周圍嘅聲音，細心觀察身邊發生嘅事物，就會好容易發現有好多好有趣嘅事物。同時，呢啲都係我創作靈感嘅來源。樹木嘅結構好簡單，主要分為樹根、樹幹、樹枝、樹葉呢4個部分。我嘅為人都好簡單，喜歡簡單直接，唔喜歡話中有話。而我嘅思想就好似簡單而有條理嘅木物，簡單而有條理。但係我知道過於着重有條理嘅想法嘅時候，就好容易困住咗自己嘅思想，俾咗自己一個框框，變得好死板，而且又唔識得轉彎。樹木嘅成長速度好慢好慢，但係佢每日都會默默耕耘，不斷吸收營養，直到有一日你會發覺，原來佢已經茁壯成長，而且絕對可以經得起風吹雨打嘅考驗。我雖然唔係好出色，同樣學習嘅速度亦都係好慢好慢，但係每日我都會不斷吸收知識，不斷學習，每日逐少咁累積。我相信將來嘅我必定學有所成。我就係呢棵默默耕耘、慢慢成長嘅樹。